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8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埃及记第2章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拯救。受到雨台的影响，全台湾最近几天拢伫迄个炸雨的中间啦吼。南部地区特别是受到真大的影响，出现真严重的淹水的状况。大家心里拢非常的期待，这个雨势会当赶紧过去停止，会当改善这个淹水的状况。安尼期待着好像亲像伫咱个困境的中间，咱迫切的期待着上帝的拯救的临到，有人会当脱离迄个困境。摩西伫埃及咧做王子的时间，因为自我认同来杀害这个埃及的兵丁，被发现了后，伊就开始逃难。伫表面上来看，摩西是逃难到伫米甸的旷野，但是事实上，这却是上帝拯救的计划。出埃及记第2章15、12到22节，记载着摩西开始着米甸生活的经历。摩西闪避埃及王，走去米甸，住伫遐。有一日，摩西坐伫井边，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因来抢水，甲水槽倒甜，要互因的老爸的羊群啉。有各样的来，甲因赶走，摩西就起来甲因解救，互因的羊群啉水。因倒转来，因老爸也摕落遐。因老爸讲：今仔日恁若较早就倒来。因应讲：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甲遐个欺负阮的各样的拢赶走，甚至阁抢水互羊群啉。老爸就对个查某囝讲：迄个人伫倒位？恁是安怎放伊伫遐？去请伊来做伙食饭。摩西接受邀请，也欢喜甲叶忒罗住做伙。叶忒罗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西波拉生一个后生，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嫁孙，讲我囝较伫外邦。伫福音书的记载中间，有一位妇人为着耶稣拍破玉板，将香膏倒伫耶稣基督的头壳顶来膏抹伊。也有门徒就是有去讲，遮尔浪费，这个香膏会当卖真侪钱来赈济送养人。耶稣基督听了后的回答，值得咱来深思啦吼。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的记载。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的厝，伫坐倒食饭的时，有一个妇人摕一罐玉板来面底非常高贵的香油，行我来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门徒看到真受气，讲哪着遮浪费？这罐香油会当卖真侪钱来救济善车人。耶稣知影，就对因讲：恁哪会刁难这个妇人人？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不时有善车人甲恁做伙，不过我袂不时甲恁做伙。伊倒香油伫我的身躯，是我准备埋葬。我实在甲恁讲，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所在，人拢会讲起这个妇人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讲话这个人，这个学生，敢真正伫意送养人吗？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人是犹大，并且是一个贼。伊伫财务顶悬无清楚，就好像亲像最近伫网络一直咧讨论迄位因为财务不明放任收入宗师的前牧师共款。耶稣基督的回答是讲：平常时恁拢有机会真济送养人啊，却无定有耶稣基督。这个香膏膏抹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安葬做准备，但是咱嘛知影耶稣基督的死
是上帝拯救的计划。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使荧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滴。你指派伊管理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上帝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主啊，求圣神来帮助阮，听见真理的声，看见拯救计划甲道路，互阮会通顺服上帝的带领，军队主的脚印，互阮会通得到真侪拯救的仆人甲主同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